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你们连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女排长叫杨晴？杨晴，想说有事情想请你帮忙。学长想要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宋凡，你还好吗？不好，是因为受枪代表，还是因为羊排很难追啊？你不要这么乱说好不好？照顾你我。彤彤现在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你为了当兵，你把她丢着不顾。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浩正义》。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图卡，就有机会抽中。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正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记者会现场。昨天下午他们开会做最后决定，他们开了蛮长的会，最后决定，所以由李秘书长李委员呢他安排我们2个人通话，本来宋主席说要再来跟我见面，但是后来李秘书长建议说还是直接通电话就好，所以通了电话，他告知我那么他决定参选。对，宋主席是有希望您担任他的副手，被您拒绝。那以前我就说，这个不是我的选项了。因为刚刚李鸿钧委员好像还特别有过来见你。对他，是希望最后的怎么办？对他来跟我说明一些状况，我非常谢谢他。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院长，如果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因为之前您一直说要跟着姻缘走那现在这个姻缘会不会让你觉得是有点遗憾？不会呀，我认为这个无法参选虽然是遗憾，但是呢没有参选呢，也是一个责任的加大，因为我这个对大选还是期待呢，所有的候选人都能够依照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理念，这样一个政策呢去推动他的一个这个选举，还要推动未来的施政。那在这里当然我更感谢所有一路上陪我、支持我、盼望我、关心我的所有的国人。那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这8个月来各个方面的付出跟努力。我当然更感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你们这么友善的，那不分纯分的、不分地域的，那么到各地来各个时段来采访我，非常谢谢你们。那院长，所以之前您有拨科网结盟，那跟这个宋主这边也蛮好的，那自己本身又是国民党员，那接下来就是在总统大选的话，您自己就是有意愿要支持哪一方面？我支持的是跟我理念相同的候选人，他的政策那呢能够符合我的期待的，当然我是支持这样的人。可以一个名字。现在没有办法。请问一下，那您会帮任何的总统候选人或是立委候选人提选吗？立委有必要的话他们来要求，我会衡量我的时间那尽力的来协助他们。总统方面现在看不到有人提出什么样的好政策，这个他们或者是好的一种说法出来让人民安心符合人民的期待符合我不二中道的一个这个期许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对象，以后当然再看状况。好，
谢谢大家啊！因为等一下这个前驻台的AIT 的代表也是李树主席还有薄瑞光先生以及董云裳女士呢，他们要来看我，所以这里马上要用到这个场所对不起好，谢谢大家，谢谢。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宣布由张善政来做伊副手，国政配要来拼选举。针对今的蔡赖配，总统撰文甲答也未正式公开决定。韩国瑜甲张善政的组合，敢会影响选民或者是民调的支持度？总统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来了解。秉仪。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昨天已经宣布他的副手就是张善政。好，那么现在呢，国政配已经成型了。那么昨天的韩国瑜也特别提到说，对于的绿营的蔡赖配，现在就像是武大郎跟潘金莲一样，盖着同一条被子却不同心。面对这样的比喻，总统蔡文怎么看国政配最新的回应？带您一起来听。任何的总统的参选人他选择副手我们都予以尊重那这个搭配没有什么意外的感觉了既然我们听到的这些不论是韩市长或者是他的竞选团队里面的成员所讲的话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低俗了那一个总统候选人应该要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好，可以听到呢，总统对于呢国政配这样子一个搭配组合他并没有多表示一些意见。不过呢，面对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韩国瑜将整个蔡赖配形容成武大郎跟潘金莲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总统也说了，千万不要用低俗的字眼来形容，而且在特别在选举的时候呢，这个语言的适用跟那个用词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当然，他对于呢任何参选人的副手都表示尊重，但也对国政配这样子搭配组合没有意外。不过呢，他也再一次来提醒这个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呢，这用词上面要特别的一个斟酌，千万不用低俗的语言。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秉仪。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立法院嘛有无同的意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讲到韩张配甲蔡赖配无同，因为伊讲蔡赖配是高不离三种才会配斗阵，讲那亲像是武大郎和潘金莲架共一条面罩配，人的心肝煞无做伙。针对这款的讲法，国民党、民进党的立法院嘛有无同的看法。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陈义勇来带来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带您关注一下，现在距离总统大选也只剩下倒数60天了。蓝绿呢也持续在进行攻防当中。而对于呢，昨天国民党总统参选韩国瑜，他是正式的推出了他的副手人选，就是呢他的国政顾问团的总召张善政。只是他也被问到，其实他跟张善政的组合呢，就像是当年的蒋经国跟孙运璇。那他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他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提到了，那怎么评蔡赖配呢？他是说，就像是武大郎跟潘金莲盖同一条棉被，这个心呢是没有这个齐心协力的一个状态那对于这个说法呢，其实这个蓝绿立委呢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先带你来听听看。这是他的比喻，我相信各界也认为他这个比喻相当符合一般的认知。国民党的候选人呢，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实在是有损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格调。用这样不伦不类的比例，我看只会让人家反感。希望这个他能够收敛一点。韩国瑜先生，请你尊重一下台湾人民，尊重一下，这是一场中央级的，这是一场总统的选举，中央级民代的选举，请不要这么轻浮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民进党立委是大酸了，认为呢这是一个总统级的选战，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而此外呢，其实现在距离总统大选也只剩下60天了，因此呢，就连韩国瑜呢有没有这个公开行程，也都被放大来检视。以上呢，目前现场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多谢议员，社会司要来关心，日咧昨日的晡4点半，云林岛南小东里报华边的车路，一架重型的倒摆甲人整车了后，可能因为车速伤过紧，灯管车煞抓袂牢，去弄到一个骑铁马人，刷落来搁再去弄到头前的电轨条，规个过程拢互后壁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看见见。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江定雄来查来了解。定雄。有路迄甲间啊，我毋是翕图咧看啊。好的，直播观众来看到这起车祸画面中，民众开车行经云林斗南镇小东里防汛道路时，就在前方一处弯道目击了这场可怕车祸。哎呦！好可怕！当时一辆重机从民众左边要超车，这时前方弯道正好有一辆小客车从对向行驶而来，重机疑似车速过快，转弯时失控，撞上前方一名骑脚踏车的民众，民众当场被撞飞倒地，接着骑士摔车，重机往前喷飞，撞上电线杆，人车往旁边喷飞，同样重摔落地，撞人的跟被撞的通通倒地不起。这一车祸就发生在10号下午4点半，20岁的重机骑士速度太快，超车以后在转弯处先擦撞了脚踏车。接着自己也摔车跌倒，只有重机车身去撞电线杆，车祸也造成2人受到轻伤，没有酒驾。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定雄，确实有影警行无好步。另外，这件车祸发生伫台南嘉里，下早7点钟，一架自家用的轿车伫咧在地正确路去弄到一个骑铁马人，这个骑铁马人互伊弄一个当场飞骨落链，规个过程嘛拢互后壁行车记录器看甲清清楚楚。详细情形交记者柯玉成继续查来了解。玉成。好，从中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车辆行驶在路上，但没想到呢，旁边突然一部白色轿车呢是直接跨越车道，而且呢是一路加速，油门不断狂催，要冲向前。那么可以看到呢，这部车呢随后又切到内线车道，但当时呢，这个马路上呢有一名脚踏车骑士，也因此呢他是想要直接跨越车道，但没想到呢，因为这部白色轿车闪避不及，是直接迎面撞上这部脚踏车，撞击瞬间呢可以看到这个脚踏车骑士呢，直接是腾空飞起，而且呢，人还转了好几圈才掉到地上。而惊悚画面呢，全都被后方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那么这事件呢，就发生在11月10号，也就是早上7点多的台南嘉里。但没想到呢，这开车的驾驶呢，人竟然没有停下来，反而是肇事逃逸。而也因此呢，有民众是将行车记录器 PO 网。而事后呢，这一名遭撞飞的脚踏车骑士呢，经过送医之后呢，仍然宣告不治。而警方呢，事后调查呢，也在晚上9点多通知这一名肇逃的驾驶到案说明。但驾驶呢是否酒驾以及车祸的详细原因呢，还得有待警方进一步理清。那么上升长情况，主播。多谢叶生。另外，这件车祸同款发生伫台南，台南有一个人驶自家用来到小东路大学路12路口，拄要正话，结果小连线驶过3线道，方向后壁一个桥倒摆的人闪袂离，当场甲伊挤落。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蔡婉如来查来了解。婉如。好，主播民众开车直行，就见到一部深色的自小客车，原本在最内侧的车道排队等着左转，但等到一半，似乎是发现开错了。只见这名驾驶绕出队伍，接着直接在大马路上横跨车道，从最内侧一路是往外横跨3个线道，要切到最外侧右转，如同切西瓜的举动。后方直行的驾驶见状，是急忙按喇叭来示警，但当时有机车骑士根本来不及反应，骑过来才发现有车窜到前头，硬生生撞上。再看一次惊险瞬间，当时有2部机车骑过来，前方的骑士惊险瞬间躲过一劫，但后方的骑士当场被撞倒，人车摔飞出去。车祸地点就在台南成大附近小东路大学路口，目击民众直指这一名驾驶直接疯狂跨越3个线道，就算被按喇叭示警，还是执意转弯，疑似是开错路，索性绕出来横切车道来右转，但行径实在是离谱又危险。影片抛网之后，网友也急气，就希望这名碰撞的机车骑士没有大碍。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如，过来看到这查甫人趁进前万圣节的时，打扮做小偷啊，伫咧变开鞋，伫台北市西门町乌白找青裙的查某囡仔543，乌白甲人开，也毋过开查某囡仔开无成，煞互查某囡仔朋友掠去边仔修理，落尾变做相拍，互相告对方伤害。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林明阳来查来了解。明阳。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画面上穿着红色披风扮成小丑的男子被人拖进骑楼，双方扭打成一团。旁边民众上前劝架，但还是止不住双方怒火，不断又踢又踹，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才终于让民众冷静下来。事情发生在台北市西门町，万圣节期间，一名男子为了应景装扮成小丑，但他却在路上随机搭讪女生，还伸手搂了女生的腰。但这样的举动却惹来女子的友人不满，上前跟他理论。带你看一段当时画面。后续女子的朋友对小丑的搭讪行为还是相当不高兴，双方爆发口角，最后还大打出手。警方获报到场，赶紧将这群人带回调查。事后双方呢也都互告伤害。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资讯，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明阳，继续来看到假心甲人问路，结果是要甲人卡来手来，伫咧家己抱住一个细汉的查某囡仔，伊骑奥多摆要转去的时，互一个平平骑奥多摆的查甫甲伊砸落来，假心要问路，强强出手甲人摸胸坎，还惊一个身躯无条体，人含车拢规个跋倒伫咧涂骹，结果佫几落个所在切着伤，骑奥多摆这个查甫随走一走，警察接到通报了后，即马当咧抓人。车伤跋倒切着。穿杏色外套的查某坐伫救护车顶悬，咧包手盘的空喙，伊看到敢若还佫亲像真惊，因为伫咧几落分钟进前，这个姓翁的查某差一丝就去互一个骑机车的查甫甲非礼摸胸坎。代志是发生伫咧家己的铺子。这条36县道2公里的所在，伫咧初十暗时7点外，姓翁的查某伊骑车要转厝的时阵，去互一个骑奥多摆的查甫甲砸落来问路。不过这个查甫煞雄雄出手要甲摸胸坎，互这个姓翁的查某踹一下，连人含车拢摔倒伫涂骹，骹手嘛切伤。要那这个查甫就趁这个机会紧绕跑去啊！还要锁定该名嫌犯，目前本所正在追缉中。警方嘛真调这个目标，要甲这个假仔问路煞出手要甲摸冷的查甫的，紧甲藏起来，后面将要转厝的时阵，唔免安尼提心吊胆。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嘛是有一寡消费者提心吊胆，趁双十的优待，手提屈斗嘛真有效。消基会和漂检局针对市面上伫咧卖屈斗来抽查检验，结果就发觉讲出名牌子上冰糖无甲接地线抽出来，若是水去喷到加入去，恐惊安全有问题。要求业者都要落价回收，限期改善。啊，若无上改当会当罚150万。业者是讲电线毋是一定要检查的项目，产品老早都已经全部卖完，嘛已经落价。安全无问题。用新型的屈斗来屈衫，唔免真大空间，真方便。真侪人拢趁上11优惠，甲买回去。不过即马这台上冰糖新型的屈斗，煞互消基会甲经济部漂检局点名，用的时阵可能会有安全的问题。加热器对着水去加热，那水如变蒸汽的时候，还是有变成导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是没有做接地的话，那里面的蒸汽呢，万一喷出来有漏电情况发生的时候，对消费者可能造成意外的感电事故，所以在安全上是有瑕疵的。原来普通新型的水烟屈斗，因为可能会有水墨着加烧气的风险，按照消保法的规定，爱用看得到接地线3孔的插头，防点名业者的插头内底虽无有接地设计，不过无甲做伫外口，设计有问题。目前漂检局已经要求业者袂当搁买啊。目前也那个厂商也都是在做回收处理中。如果他限期没有改正的话，我们可以依照消保法第58条，罚予60万到150万的罚款。互消基会甲漂检局点名，上冰糖回应讲，电线毋是强制检验的项目，这款商品早就已经卖完，无搁卖啊。佮强调绝对袂有啥物风险，消费者毋免烦恼。另外，分享这台新型的水烟屈斗，嘛因为有检验到有电子泡，即马嘛防要求爱限期改善。啊，专家嘛提醒，用这款的电子产品的时阵，一定爱注意水位，莫互水拢打去。另外，嘛莫离喷头伤远，佮甲袂当对别人喷，避免烧烫伤。虽摸新型的屈斗真方便，不过用的时阵嘛是爱真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拜拜嘛要注意，人咧讲无紧无忌食百里，红豆饼、车轮饼敢会当摕来拜拜？都民众进前来到庙里拜观音菩萨，因为拜红豆饼引起到看到的人伫咧边啊讲543，讲伊挡袂牢，阵啊铺文伫咧晒。伊嘛讲到拜拜，敢毋是心意上介重要？是安怎袂带放这拜红豆饼？民俗专家就讲到红豆饼应该是会当摕来拜拜，因为红豆饼的形较适合囡仔食，用来拜三太子上适合。
民众举手拜拜，到顶金纸奖品摆甲满，真侪人拢会去庙的求财、求姻缘、求平安。毋过奖品800款，要安怎传、安怎拜嘛是有学问的。有民众真正去拜拜，买家己上爱食的红豆饼去拜，想讲拜完就会当摕来食，想袂到煞互边仔的人叽叽嘟嘟，互伊挡袂牢抱运咧山，引起讨论。有网友讲，有看过有人摕素食店的钱过来拜的，嘛有人拜包仔馒头，毋过嘛有网友提醒讲，寺庙是拜素的，姜的是看日子来决定的，拢有禁忌。红豆饼也行啦，只要可以吃，诚心最重要啦。你都可以啊，素的都可以啊。民众感觉拜什么拢会用的，诚意上重要。毋过民俗专家讲，其实奖品的外形是有美感的。红豆饼啊，是什么神都可以拜的，只是说造型的问题。像说观世音菩萨，他的神比较高比较大，花爹圆圆的那个，好像是小孩子在吃的，拜这个可能对他比较有不敬的感觉。民俗专家讲，普通来讲，红豆饼其实甲寿桃差不多，拢是面皮包红豆仔，其实拢会当摕来拜。毋过红豆饼的外形，确实是互囡仔食的，摕来拜三太子、当主家的神会较适合。寿桃是用来祝寿的，就无啥物禁忌啊。另外，若是拄到新兵的生日，奖品嘛真特别，像讲祭公可能就会拜酒，祭天大神会当拜金蕉，土地公爱食甜，拜红豆饼嘛无问题。另外，民俗专家嘛讲，其实毋管拜啥，心意这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铁人三项世界冠军的选手伊丁来到台湾，亲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到运动牌子的业者看到即马世面长好，特别和保盐顺德宫的庙方合作，讲明年5月要来办路跑走标活动，替伊丁2020年参加东京奥运来加油赞声。活动上届特别的就是这一项，若是报名就会当摕到限量市价2800块的冠军鞋。这项特别设计的鞋啊，边啊两边拢有顺德宫3个大字。买当含这个顺德宫4个特别的图，甲伊夹做伙，做这个设计理念。重点是这双鞋敢若送无咧卖。摕到铁人3项世界冠军的挪威选手伊丁受到邀请来中华3天，毋但去顺德宫行愿，嘛去参加田中马拉松。有运动品牌业者看准这阵时间冠军帽啊，专工甲顺德宫庙方制作。每年5月办冠军马拉松，为着请民众参加，业者佮设计这双冠军鞋啊。这双冠军鞋啊边啊，毋有顺德宫3大字，佮甲上帝公剑、北极水甲龙蛇摕来做设计，要送互有去参加的民众。它每一个组别就是只有推出500双，那这500双没有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海报毋但公布伫网络顶的，嘛搭伫庙的附近。有民众来领帽的时阵，知影这个消息，嘛讲为着冠军鞋啊，决定要报名参加。穿那个鞋子的话，应该就可以心想事成吧？顺泽宫的，对，很有代表性。冠军鞋啊，市价2800块，毋过干那送无咧卖。庙方嘛讲，自冠军帽啊穿起来了后，都真侪厂商来要讲合作，毋过庙方选合作的对象真严格，原则是做公益，无要做生意。另外嘛，希望会当互大家拢来运动。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因为辐射冷却影响，今仔日各地早起时，抑个下暗时天气拢会小可较凉冷。透早低温差不多敢若16度到19度，今仔日上届低温是咧嘉义敢若15度9。气象局讲到，今仔日是各地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敢若东半部小可会落雨。另外，即马伫咧太平洋海面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会咧这2天啊变做风台。即马当咧观察2个风台的即个低压性的低气压，敢会为这个海面活动，即马暂时按算讲对咱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上新的政治消息，继续要来关心郭台铭和郭文哲联名有上新的进度。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员安全名单已经到上尾讨论的阶段，其中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推荐高虹安确定会当算入去不分区的安全名单里。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嘛有上新的讲法。这样，先问一下你的不分区啊，郭台铭那边是有提供7个人的名单给你，是不是？那他们有一些建议人选呢，但是我们还是有 interview 嘛。那所以现在是确定就只有高虹安是列在第3名吗？反正再过几天你就知道了，你那么急干什么？现在有传出黄进要把它排在第9位，是真的？他有列入你的不分区名单里面吗？一样嘛，你到时候看就知道了。是不是这个策略是想要把不分区的票冲高吗？反正
奇怪，再讲吧，有没有其他事可以问？那你觉得学姐放在不分区里面，可以冲高选票吗？他还是有年轻选票嘛。如果新民党跟那个郭台铭寻求合作啊，那会不会压缩到就是民众党这边的资源？你叫什么？就是新民党就是跟郭台铭合作，会不会压缩到民众党这边的资源？不会啊，这资源有什么关系？是看好高虹安有什么样的特质？那还是这种科技业的女性还是比较少见的。不过现在学姐好像爆出了新恋情，会不会怕影响到？就是如果说到时候需要她帮忙民众党的话，会有一些人气上的影响。你早上看到她有关心她吗？他也没有，他不讲，我也不会问他，对不对？所以早上还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没有，老知道，老是后来我是要来的路上才知道，他早上还在报那个每日以前汇报的时候，他不露声色。市长，那你一个大家长的身份，你怎么看学姐谈恋爱？对我来讲哦，他有准时上班，交代的工作有做完，其他的私事我怎么会去管家的私事？可是现在比较有疑虑的是，好像学姐有点疑似是介入了一个三角恋情。我讲过嘛，对我来讲，当老板员工有准时上班，他交代的工作有做完剩下人家私人的私领域的事。当老板现在不能问太多了，你不晓得现在老板不好当了。是那个因为学姐她是市府的发言体系，那现在跟同条线的记者交往，会不会想说要把她的职位做调动？这有关吗？有啊，要不然同条线那个记者跑了很多独家。会吗？大家会怀疑说可能是学姐。对公私不分。对啊，公私不分啊。不会吧？他其实他也不会知道太多独家吧？你会给他一些建议吗？哎呦，奇怪，我这个问一个对这个最不懂的人干什么？会不会因为他闹绯闻，然后就不把他排进不分区？跟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吧？最不担心他这个事件会影响，会不会觉得对他人气多少会有影响？应该不会吧？我不晓得。那您对学姐的态度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改变？哎呦，这个每个人，人家什么，这第一个每个人私领域的事，或是说每个人对一个年轻人谈恋爱也蛮正常的嘛。而且为什么我们这些当老板要去管人家这种事呢？奇怪。你现在的那个不分区啊，现在是认为安全名单大概可以冲6到8。我跟你讲这个我说今年这个选举真的很诡异，这个不分区因为变数太多了，包括老宋的那个影响多大，时代力量，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小党所以老讲这个不管有过5%没过5%，它还是会有影响，对整个那个最后计算。坦白讲像我们这种会算数据的人，到现在为止都看不出来。恐怕到前10天你问我会比较准确。现在我真的是算不出来。怎么看明天宋楚瑜可能会宣布参选？他参选也是人家的权利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讲什么。你会支持他吗？那支持，等他这个宣布参选再讲吧。其实他很可能会选，但也不是100%嘛，对不对？韩国瑜蔡赖配是武大郎跟潘金莲盖条被子。你怎么看他这样子的行为？我们这个广告界的奇才，每天都在发明新的名词，我真是受不了。蔡总统是说他这个比率是太低俗了，你觉得恰当吗？我想好了，我谢谢。那你会支持学姐的新恋情啊？你会祝福学姐的新恋情？奇怪，人家我刚才把足球人家年轻人的事，我奇怪为什么我第二个少年的代志老黑也卖管，你知道？你觉得韩市长是总统参选人这样发言恰当？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嘛，买不买单是市场决定嘛，只是说。我老实讲，对我来讲是蛮有趣的哇！我说我这广告界奇才，每天都发明新名词，我想。三角恋可以吗？学姐的粉专好像有人喊着要退粉。这个很奇怪，这嘛是这有什么关系？这跟黑闹关系吗？哎呦，好了，国民党会抢到民众党的政党票吗？
外国网是这样的，每天都有事。我看这样讲嘛，我们每天都有新的问题，每天就把问题解决掉，就是自己能，常常是这样嘛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自己去做，尽力去做。自己不能掌握的事情，你也不能做什么，对。所以每天认真工作就好。昨天张硕文说，如果不想投亲民党，可以投给民众党。那如果现在有人不想投民众党，你会想说，那也可以投亲民党吗？哎呦，大家欢喜就好嘛。好了。郭家军就只有1位列入你的不分区安全名单吗？老实讲所谓安全名单到底什么范围内叫安全？前4位，你觉得？再讲吧。好，我看今天好像没什么可以问的，大家在凑时间而已。谢谢。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明年才要上场。国民党党内即马已经有一寡牛条来搭牛母的情形，因为党内一寡人认为2020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势面无讲真好，一寡大球的头人拢准备要来参选党主席。都有朱立伦、韩国瑜，也有连胜文，拢是真抢市的人选，拢是行情特别好。另外，阁有主席吴敦义，即马要来拼党内不分区安全名单。有人认为讲，伊就是伫咧替选举了后要来铺路，也毋过针对这款逼位的讲法，吴敦义讲无这款代志。主席，你是被逼宫吗？是被逼宫吗？你会觉得被逼宫吗？主席的位置会觉得被逼宫吗？我不晓得什么叫做逼宫。主席是由全体党员选出来的主席，是有任期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逼宫谢谢。那好像说很多人选后都打算抢主席，包括朱立伦、韩国瑜跟。我都没有意见，我也不会评论反正担任主席是责任，不是权利，不是享福，是一定要为党效忠、为国效命、为人民服务、为党员服务，这是做主席的任务，没有什么享受。谁要来逼宫？我都没有意见，谢谢。担心主席位置被抢，要正面部长吗？外国大代志来看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讲，平均测100年才出现13届真罕得看的天文现象，叫做水星凌日。台湾时间早暗8点35分就出现这款的情形，水星也有地球伫咧日头中央连做一条直线，水星就会变做一点乌乌，超过日头的表面。按算头尾，拢总有5点半钟的时间。台湾因为暗时看无，欧洲、美国拢看会到。若下一届出现的时间是2032年。天文学家足期待的真足检查器材设备，准备要迎接真罕见的天文景观——水星凌日。有机会会当看到水星变做一个乌点，为日头的表面经过。这种特别的光景，100年间会出现13届，是真罕得看的。Mercury is much smaller than our sun, so when you do view a transit, what you'll see is Mercury as a small black dot moving across the bright disk of our sun. 美国 NASA 预测水星在美国东部时间在好早起7点35分，会行到日头甲地球的中央，三粒星球拄好排做一条线。为地球来看，水星会变做一个乌点，用超过24万公里的时速经过日头的表面。这种现象就是水星凌日。头尾5点半钟，天气若好，欧美甲非洲地区的民众拢会当看到。亚洲甲澳洲的民众可能就要失望因为看袂到水星凌日。The last time this happened was 13 years ago in 2006, and before that was 33 years ago. So the next time we'll see a transit of Mercury after 2019 will be November the 13th, 2032. 水星凌日平均一世纪间会出现13届，这届若是无看到，就要等到2032年才有机会会当去看到。专家呼吁千万莫直接用目睭也上吊镜来看日头，避免伤害到目睭。建议用有离光镜的吊镜来观测。真罕见的天文奇观，嘛，互全世界天文迷大家拢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有真侪人真期待，北半球即卖已经是寒天，嘛有真侪奇幻迷人的景致。像讲中国大陆甘肃最近就出现这款冰流雾，亲像是满新娘网仔衫同款，规个城市亲像出现云海，真迷人。另外，这是新疆焦苏关，因为温度一热啦，一寡花也阁有树啊，拢亲像是铺一片白雾，人讲是冰粉，那亲像囡仔故事内底这个冰雪王国，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特殊的景致。
这个景致看过去蒙蒙渺渺，规个城市都袂输起伫个云顶的同款。中国间歇性出现冰流雾的光景，市区规个拢大雾，互人叫是来到天顶的城市啊。一个是跟湿度有关系，一个跟温度有关系，也跟地形也有关系。闹热的市区哪会规个拢大雾？原来是小空气经过温度较低地面了后降温，互空气内底水汽变作雾，才会出现这片亲像云海的冰流雾的景致。若是风一直吹，雾就袂散去。中国真侪所在气温拢雄雄降低，出现真侪特别的美景。新疆焦塑关就变作白色的世界，花草树啊拢结一颜色。感觉这个景色特别的美，特别的震撼。如果是雪的话啊，它会在这个树枝上啊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可是您看这个雾凇没有？它却是把整个的树枝包裹起来了。冷空气和树啊结霜愈来愈高，袂输世界穿一领白衫起来同款。新疆焦塑关的寒天真长，当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2月，定拢会出现这款的美景。嘛，好真侪游客拢专工走去要亲目睭看卖啊，这个新疆寒天才有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各界人生各界消息，要来关心金马影桥李心洁生囝了，为了要搬电影《小舞花园》，头一届甲日本大叫查甫明星阿部宽做伙搬去搬爱情历史史的电影，为了要甲角色表现甲更加斗大，李心洁特别找老师苦练英语，搬日本花园艺术的阿部宽嘛苦练种花种树，也有泡茶功夫。导演李思武接受媒体访问时，讲到这支电影会当入围9项金马大奖，伊嘛真欢喜，望李心洁会当顺势摕到影后。Garden is composed of many cracks. 生囡仔了后，佮出来搬电影，金马影后李心洁电影的演技，甲电影的角色搬甲足够格的。他压力大到他一天比一天瘦，然后就是拍着拍着他的衣服就越太宽松了，然后就是造型还需要再帮他重新裁缝啊、修改啊。导演私底下讲，李心洁为着有好的表现，这段时间唔拿变散，为着符合角色的时代背景，佮找老师来教讲话腔口。也不能就是一般的英文，它还需要是马来西亚的英文，而且马来西亚英文还不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英文，而是当年受到英式教育底下的一种马来西亚英文。All life in Garden has own time. 做真侪功课的，佮伫电影内底，甲李心洁有感情戏的日本男明星阿部宽，为着园艺师这个角色，家己去学花园艺术。导演林书武嘛挑战家己，走去马来西亚翕电影。这出电影唔但互这届金马国际影展摕来做人地电影，另外嘛入围这届金马奖，包括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甲最佳女主角等9项金马大奖。我当然会非常希望心洁可以拿到最佳女主角奖，因为这部片子，整个故事其实是围绕在她身上走的。影电影后边演技加上电影内底艺术的美感，和规出电影拢有浪漫地区的气氛。李心洁是不是会当搁一届摕到影后，嘛受到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偏偏嘛是互大家做注意，来看到日本的国民天团蓝亚洲4个城市竞选计划，昨昏是上尾一站来到台湾。顶届来台湾开记者会已经是11年前，拢总上千个民众来到松山机场来接机，规个现场小 A 小 K 吵。记者会伊嘛特别讲到，明年会伫日本东京办演唱会，望2020年会当休困之前有机会来到台湾办演唱会。各位队员嘛点印的中文和歌迷小酒问。大家好，我们是嵐。让11年，日本国民天团蓝亚洲4城快闪之旅，总算来到上尾一站台湾。记者一个开场，都用中文和台湾的歌迷咧小酒问。冗談啦，蓝来啦。Thank you so much for always supporting us for.such a long time. 日本天团蓝成立到今已经20年了，嘛业绩真侪迷众。不过，伫个进前所雄雄宣布讲要伫个2020年的时阵，伫个年底要休团，安尼嘛，互迷众感觉足唔甘的。团员伊嘛头一摆来开通 IG， 这社群的网站，要来和歌迷有互动。也来讲到因对台湾的印象，因讲因真介意台湾歌迷这么热情，还有台湾的好食物，这拢互因安尼真笑脸。こんなにも小籠包って食えるんだなって思ったのが、
ずっと食べてたもんね。ずっと食べてた。この間来た時はね。这成员因嘛要私底下咧讲，伫今年的年初，私底下来台湾，嘛要去台北的小巨蛋去听演唱会。这个是希望讲会当伫咧休团进前，会当有机会来小巨蛋演出。因为着要和迷众来较斗搭咧，团员嘛来秀这个中文。你们好吗？我爱你们。耶。你们很漂亮。我们昨天晚上11点多就到这边排队了，我要哭了。就是应该要支持他们，就是只要他们很快乐，我们就可以。记者会一结束，天团男嘛随着要坐飞机离开台湾，也那松山机场嘛挤入去几千个迷众，因是为着要看明星的风采。这个迷众嘛真大心咧讲，会等恁转来，搁再和大家来相见。我们会一直等你们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画面这个查某人，伊会当轻轻松松讲台语来拌喙锦，讲话大细机，好听袂堪死，互人看甲嘴啊开开开。家女主角柯淑琴，李心洁。Is to build her garden. 杨艳艳。吕雪凤，那个这个呀，水亏。王静，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硬。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昨小解就今仔日要继续甲大家小解这里俗音读做细，那鼻音读做抓，合起来就是酒抓。这里细文音其实是细，也毋过一般咱拢惯是读做细。细的意思就是讲表明决心的话，咱咧讲细言，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酒抓，这个意思就是入细，也搁有发誓，意思就是讲话来表明决心。若是做袂到，就会发生无好的代志。第二个词，咱看到这就是山明海誓。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因两个捌长天酒抓，讲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两个人爱情袂变卦。无想到查甫煞来反晓，过去山明海誓，煞放水流，互人安怎想都想袂到。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抓，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细，那一般惯是读做细，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看到人咧讲高手伫民间，这是南投草屯这个卖公益菜馆的查某人，叫做李丽台。伊轻轻松松会晓讲台语来拌喙锦，讲4分外钟。讲话大细机，好听，阁会牵死，互人看甲嘴啊开开开。李丽台伊讲生笑，伊讲有大头家捌请伊斗相共写情批来录到音幕，另外毛人客甲这情诗甲伊录到转去互后生听，互因囝浪子回头做好囝。好，来开始听我讲。这个阿桑准备好要开始讲，伊到底是要讲啥？若是讲到这个头毛健康平安岁寿长，若是讲到头换心，心情像好天，拢总袂乌阴。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台语念甲有道具会牵死，讲好的简单来一段，念落就4分外。爱啥拢有在调买，今仔日倒头讲到尾，互恁一切顺遂，年年较加伙。为头壳念到骹底，完全拢袂顿地，真正是好厉害的红狗兄。伊是伫南投草屯卖菜馆的李丽台，家己编这首抗世歌，互人对伊真佩服。搁有一个妈妈甲录落来摕转去放，结果学歹的后生听久嘛，浪子回头。好，
啊，真欢喜啊！这功德的哈。伊卖刮刮乐卖到足新鲜的。我帮他写了300多首的情诗，追到了现在的太太，有的人啥拢伫怨叹，咱袂用，逐项拢是好。什么拢好，莫计较，伊的笑容，互人看到对未来的希望。李丽台念7字啊，招生理嘛，互伊变甲真出名。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是好食的海南鸡饭。最佳女主角柯淑琴。李心洁 is to build her garden. 杨艳艳、吕雪凤、那个这个呀，水亏。王静、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们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获得消费者权益报道奖优胜。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欢迎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间海南鸡饭用无骨的鸡腿肉，青搁有汤，鸡皮脆脆搁 QQ， 店头家己做的酱料，含泰国式的红酱生理上介好，销路有时阵比鸡肉搁较手气。头家林英峰本地是咧开炒面店啊，因为生意无好，专工去泰国拜师学艺，学做海南鸡饭，等来到台湾开店，一个杀出来生意做甲袂去。中昼还未到，点餐的人客已经对店内排甲路的去。会遮尔啊成因安尼热复复，因嘛是甘愿等，拢是为着店内的这味海南鸡饭。甲看头家林英峰，伊鸡肉是安尼剁无停，安尼才有法度应付排队排甲长老老的民众。为着要会当出餐出较紧的，佮甲餐台甲设计成做大细盘。因某含员工并头来做。甲菜缸的头前的葱鸭仔内底，安尼才会当真紧就通送到人客的手头。遮的海南鸡饭是用这款无骨的鸡腿肉，伊迄落油金的外皮，含软料的肉质，来甲阮因家己做的葱仔姜酱，安尼就更较着滋味咯。它的鸡肉吃起来蛮嫩的，然后那个皮也脆脆，然后整个那个鸡味蛮浓郁的，所以很好吃。头起先和朋友来合开快餐店，开要几年啊，生意要是无拉趁。林英峰才主动来退出，会来转卖这落海南鸡饭，拢是因为小弟有甲讲。我有一个弟弟，他当时已经泰国住了11年，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对泰国的一些饮食他也蛮熟悉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啊，那你如果想要创业哈，那不然哈，你来试试看泰国的海南鸡饭。为着要来做出有在地气口的海南鸡饭，林英峰苏当时专工去到泰国去拜师学艺，要来甲泰国的滋味甲炸转来咱台湾。不过拄开始人客接受度无悬。他说：“哎，你的酱又不好吃，那不然你就试试看，像那个广东菜里面的，或者烧腊档他们用的那个姜葱酱。”所以我听他的建议，我就这样做。
是讲嘛奇怪，听到人客建议了后，甲参葱仔姜上了后，自安的生意就开始好起来。小鸟，来做点餐。即马徛伫个柜台招呼人客是林英峰25岁的囝林以胜。伊读大学农艺系，头起先是想讲毕业了后要去外口做工课。我们长大，爸妈也渐渐年老了，就觉得说，趁他们还没有真的变得年纪很大之前，可以有他们一起这个工作时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对，我觉得是我后来慢慢看中这件事情。对外场到灶骹，逐项工课林以成拢真拍拼咧学，望通正做老爸的骹手。伊嘛提醒家己讲，袂使因为生意好，过来拉尾摇摆。规家人都爱烧经天做伙来做出这个好滋味，来珍惜这份做伙拍拼的幸福感觉。记者综合报道。最佳女主角柯淑琴，李心洁。Is to build her garden. 杨艳艳，吕雪凤，那个这家呀，谁亏谁亏。王静，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黄曼丽，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不要在乎刚刚的失败，也不要想等一下有可能会失败，拿出自信心，保持平常心，你可以超越自己。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在怀疑史奈达跟农行之前船上运的毒品有关。说，吴品瑞叫你来用些什么？不是啊，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吧？我已经够客气了，给我看什么眼色？说啊！这个画廊有太多不能被知道的事。吴老板为了这些交易记录，连我跟我女儿，他都不放过。怀疑我哥的死因并不单纯。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你从以前到现在不是一直鼓励我要向上爬吗？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你妈妈我从来就没有妈妈。我也知道，当年你恨不得堕胎，不要把我生下来。我哪有说话堕胎啊？我爸爸，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甲
台视中校节日翕相抽歌戏舞台剧门票活动，新的11月1日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日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这个活动图文，都有机会甲歌戏舞台剧门票早倒转去。下礼拜抽4个好运的观众，详情请看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副总生病了，不过不用担心，楼下会照顾他。你确定他们两个死对头？你帮我主导。对啊，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喝热热的东西，最舒服了。已经很久没有人为我报道了，你让我想起我了吗？靠，会不会聊天啊？丁丁呐，爷爷一定很遗憾，希望我们都不要重蹈他的覆辙，错过不该错过的。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无反对出牛草不将伊当时救援救灾，一起发动3秒战术。我一粒政府爱互起调度就是。明明是单纯。好啊，我就无你互你看。你就是因爸仔囝因眼中钉，爸下你认为枵中华，还佫能力不足时，这个钱你能替我补偿。中华刚刚参选当我改过。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到10点，有丽花歌戏中校节日。最佳女主角柯淑琴，李心洁， Her now is to build her garden. 杨艳艳，吕雪凤，那个这街啊，谁开谁开。王静。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黄曼丽，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不要在乎刚刚的失败，也不要想等一下有可能会失败，拿出自信心，保持平常心，你可以超越自己。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在怀疑史奈达跟农行之间船上运的毒品有关。说，吴品瑞叫你来用些什么？不是啊，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吧？我已经够客气了，给我看什么眼色？说啊！这个画廊有太多不能被知道的事，吴老板为了这些交易记录，连我跟我女儿他都不放过。怀疑我哥的死因并不单纯。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这是中国大陆贵州真热闹的山区，有一寡所在真罕你行脚到，一群少数民族叫做头壳精英，因盼外口的生活田无高水无流，互人讲袂输敢若画画照共款。庄头内底这古人人，几落百年来拢会伫咧头门来洗头，会当讲是一节一节头门过，其中也佫有做光的头门，会当讲真特别。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最佳女主角柯淑琴，李心洁，
to build her garden. 杨艳艳、吕雪凤、那个这个呀，水开。王静、午安，你好，欢迎收看11月12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开车撞死单车骑士还肇逃，事后驾驶供称太害怕才会逃离现场。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肺炎初期的症状跟感冒很像，如果连续发烧好几天，咳个不停，就要当心。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一开始呢，首先带你关心台南佳里地区发生死亡车祸，一名34岁自小客车驾驶开车行经176县道，途中撞上了59岁的单车骑士被撞到腾空飞起，又重重落地，送医不治。而肇事驾驶虽然一度停在路边，但事后却肇逃，躲了14个小时才投案。他供称当天一早阳光照射看不清楚，加上车速太快，反应不及，撞上人之后一时太害怕才会逃离现场。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切换车道，超车后一路往前，同时间单车骑士缓缓靠左要过马路，双方就这么在车道上相遇。肉包铁的单车骑士惨遭撞击，被撞到整个人腾空抛飞，又重重坠地。只见肇事驾驶闯祸后一路停在路旁，但没多久驾车逃离现场。这一撞要了人命，骑士满脸鲜血倒地不起，救护人员紧急抢救，一路上 CPR 的手没停过，但实在伤得太重，骑士断送性命。伊一个好主爱做，伊伫庙里吼，迄嘛足认真的呢，咔咔喳喳对后壁较好开呢。59岁的许姓死者是公庙庙公，亲友眼中的老实人，至今不敢将死讯告诉老母亲。10号清晨7点多，骑单车外出，行进176线，疑似横越马路，遭后方直行的驾驶撞上，对方肇事逃逸，直到晚间9点半才在女友陪同下出面。因害怕，然后逃离现场，照太阳直射。然后看不清楚，然后就直接撞击。警方寻获肇事车辆撞到凹陷变形，不难想象撞击力道有多强劲。驾驶供称撞人后太害怕才会躲起来，只不过车辆被警方掌握，加上受不了良心谴责，躲了14个小时之后选择投案。记者黄富启台南报道。机具勾到了电线，扯断电线杆，还差点砸到人。彰化有驾驶11号傍晚行经彰化20镇2西路上，发现前方道路施工，不过上头电线被重型机具勾到，路旁电线杆还被扯到倒了下来。驾驶发现不对劲，赶紧停车，差点就被砸中。而电线杆被扯断，也造成附近78户民宅大停电。民众开车行驶在彰化202西路上，前方道路施工，摆放交通锥，仔细看了右侧电杆，突然往左倾，拉扯电线晃啊晃，电线杆应声倒了下来，后方驾驶差点被砸中，吓得赶紧停车。这样过不去啊！你们绕旁边吧，还好没有冲过去。电线杆被扯断，一旁住户无电可用，瞬间一片漆黑，加上停到巨响，纷纷冲出家门看看发生什么事。我看到他在歪了，我就停了。一家3口3贴骑车也差点被砸中，后方机车能过的赶紧钻小路绕道而行，周边还有其他电杆跟着倒了下来。这起外翻在11号傍晚5点多，电杆这么一倒，导致附近78户民宅无电可用，直到晚间将近11点才恢复供电。很大声啊！吓一跳。有啊。红灯的时候就一个间隔嘛，